我真係發覺自己咧好耐冇嚟過露營咧，因為我覺得露營好煩係咩咧？一抽二冷，又要帶空調啦，又要帶電器啦，跟住個冰箱又要外放啦，然後上面要做個側帳啦，咁你搞完之後都身水身汗啦。我就冇乜興趣去做露營啊。但係如果你換一種方式去做露營嘅話咧，好似好多好似今日咁樣。見到呢部係一部皮卡嚟嘅，呢部係一部長城炮，跟住呢一部車咧，佢可以直接將你露營瞓覺要用嘅帳可以做喺呢度，然後你直接上去就可以瞓覺啦。跟住咧你要走嗰陣咧，唔使話慢慢去收完之後直接放翻入去，咁你就唔使話等住車入邊空間又佔用咗部分，依家直接做嘅。然後呢度咧佢有220瓦嘅電源，直接放電嘅。而且呢部車係咩咧？鉗俾你睇下，呢部係長城炮最新嘅 Hi4T 啊，咁啊講明白6排嘅車咧有更大嘅電池，而且咧呢一種生態唔係話單純係做咗個露營嘅帳，因為普通嘅油版嘅長城炮已經可以做成咁嘅樣啦。咁呢台車有乜用咧？最好用嘅場景喺呢度，你睇下嗱，如果我哋用房車去玩嘅話咧，我哋要啲咩咧？太陽能發電板，要有個電池。咁你如果係唔去叉電嘅前提下，就真係望天打卦，好太陽嗰陣咪有電咯，冇太陽嗰陣咪冇電咯，咁好煩嘅，因為你入邊你要拖空調，要拖電磁爐、拖冰箱嗰啲大電器啊，咁呢個時候冇電咧就好閉翳嘅。咁如果做成6排之後咧，咁你可以用自身嘅大電池放電，冇電唔使望天打卦，我直接快充就可以吉滿啦。咁啊，所以呢一種狀態就好靚咯，我覺得好 fit 嘅。即係你可以諗下，佢變咗6排之後，呢部車扭佢唔使驚，動力唔使驚，拖住呢部車好輕騎。咁呢一種咧都算係比較之文明嘅玩法。如果你想要更 wild 嘅咧，去到嗰度嗰部性能版，你睇到佢啲攝水喉，你睇下佢個樣係咪惡好多先？呢一種玩法咧就啱嗰啲越野玩家啦，因為其實好多玩皮卡人或者應該講用皮卡嘅人咧，我係啲生存條件惡劣啲，我要喺啲好 off-road 嘅狀態下邊去車貨嘅呢種襟啊。而且依家係 Hi4T 嘅狀態下邊咧，嗰啲四驅系統啦、動力系統啦，根本就唔需要擔心嘅。咁所以呢架車咧幾好過癮，而且最過癮係咩咧？呢架車其實係做得好文明，即係你睇到佢好惡啦，但係你見下個籠啊，入邊幾試正係咪先？即係好舒服，似一部城市 SUV， 好企理嘅狀態。咁後邊咧張凳就企少少，但係個電條同靠背可以做聯動嘅。而且咧，你睇下呢部車嘅後門係好使心機嘅，呢度膠條，呢度膠條，門邊膠條，佢係好認真做隔音處理，而且4個窗。你會發覺都係雙層夾膠玻璃嘅，而且呢部車咧有個細節你可以留意翻，一開門之後咧個玻璃係降咗落嚟嘅，咁關翻之後咧佢會上翻去嘅。咁呢個係一般喺啲無框車門之後見到驚懟爆個玻璃啊嘛，但係呢個咧係因為個密封條用得太行啦，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一定要開關門先至關得順嘅，所以呢個細節啦。而且咧呢台車你睇呢個位，特登做咗全包做好封咗之後咧，仲留咗個位去擠遮嘅，所以佢其實係擠咗好多心機去做呢部車，所以長城炮可以好負責任咁講，佢係一台睇起身好惡嘅車，但係揸起身好斯文嘅狀態，甚至佢用咗 AD 胎之後咧，你入邊揸你唔會覺得部車嘈，但係個車底盤肯定係硬橋硬馬㗎啦，就係嗰種狀態啦。所以如果皮卡呢個貨車嘅政策可以放開啲，可以行嘅地方更多啲，哪怕15年報廢，我覺得都冇問題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覺得會更多人會用皮卡呢種即係吃苦耐勞嘅車去野我去玩，咁我覺得係最正嘅。因為皮卡我唔覺得佢應該係一個單純嘅拉貨嘅工具，或者係個什麼生活狀態嘅表達。其實20零萬咁嘅車價買到 Hi4 咁樣一台車，而且我哋而家呢個生活環境落邊咧，其實買一台6排嘅皮卡可玩性係遠遠高過你去買一台坦途同猛禽，所以呢部車我覺得幾划算。